好啦，做完兩層之後呢，就要扭頂部嘅十字啦，頂十字啦。嗱，個公式係咁樣嘅，右邊落嚟一格，正面逆時鐘一格，頂部逆時鐘向右轉一格。好啦，正面翻落嚟，到頂部向左轉一格，到右邊向上轉一格。好啦，嗱，本來一個箭嘴嘅，而家多咗呢個，嗱，要用咁啊喺呢個方向嗰度再扭過嘅，再同樣用方式扭，右邊落嚟一格，正面上一格，頂部轉一格，正面落返嚟，頂部還回返，右邊落返嚟，嗱，變返呢個一字啦。呢兩粒唔好理佢，有呢個一字，又再做多次，一右邊落一格，二正面逆時鐘上一格，三頂部向右轉一格，四正面順時鐘翻落嚟一格，五頂部向左轉翻一格，六右邊翻上去扭上去一格。好啦，就會做咗一個咁個煲呔形啦，十字形。一陣間再講解十字形嘅五種形態、5種款式啊。